人今日要同大家推介 Seventeen 推出嘅官方手遊 Seventeen 佩佩樂啦。佢咧嘅玩法其實有啲似 Candy Crush 咁樣啦，都係一啲3消遊戲，但係就混合咗 Seventeen 嘅世界觀啦。大家就要搭住 Carrot 號去到挑戰唔同嘅關卡，去唔同嘅島嗰度嘅，一關一關咁樣同 Seventeen 一齊闖上去。咁我覺得最特別嘅地方咧，就係你每次一通關嘅時候咧，都會聽到阿 Jo Nice。除咗呢首歌之外咧，仲有好多歌蘊藏咗喺入邊嘅，所以咧如果你係 Carrot 嘅話咧，應該都會玩得非常之開心。而過關咧都係非常之簡單嘅，我自己咧用咗大概個零鐘左右咧，已經過到去50幾關啦。咁所以咧都可以俾少少 tips 大家嘅，因為一開始咧有無限心心啦，同埋有陣時候會有一啲 benefit， 可能30分鐘無限嘅炸彈咁樣，所以咧大家可以把握住呢30分鐘啦。同一時間咧都可以快啲去加入一啲嘅聯盟㗎，聯盟咧21關就已經可以㗎啦。咁所以咧加入咗就可以同盟友咧一齊去互相加心心啦，咁就可以儲定啲心心之後過關用啦。同埋咧最緊要就係入邊咧有一個嘅小屋啦，可以俾你培育屬於你自己嘅成員啦，可以有好多唔同嘅獨家靚相啊，或者係有一啲嘅衫仔咧可以俾佢哋着嘅。咁所以咧如果你係中意 Seventeen 嘅話咧，記得就要入去玩埋一份啦。